好，各位新年快樂啊！咁啊，歡迎再次參加福匯亞洲外匯交易嘅網上講座。咁今日都有翻我啦。咁啊，福匯亞洲貨幣分析師李健謙 Victor 咧，就同大家講解翻成個貨幣外匯市場嘅走勢啦。咁啊，開始之前啦，咁啊新嘅蛇年開始啦，咁啊祝各位聽眾咧，咁啊來年嘅交易咧更加順利，咁啊有一個豐盛嘅一年。咁開始之前都會簡單講解翻個風險披露聲明嘅，咁要留意翻啦，投資應該知道有關於外匯交易有關嘅一切風險。如果有任何嘅問題嘅話呢，請向你嘅獨立嘅財務顧問尋求意見。OK 咁啊，上個禮拜咧就經歷咗即係農曆新年啦，咁啊相信各位投資者可能暫時都休息咗一段時間啦，咁啊將啲交易可能擺埋一邊啦。咁的而且確我哋咧上個禮拜嘅市場嘅走勢咧都係偏向冷淡嘅，咁即使去到今個禮拜都好啦，市場能夠重要嘅消息去指示個市場走勢嘅資料都唔太多，咁但係都因為咁啦，咁啊 Victor 責任同大家講解翻究竟上個禮拜發生咗啲咩事啊，又或者更重要嘅嚟緊今個禮拜有啲咩需要更加關注嘅數據。會講翻幾隻重要嘅貨幣對啦，同埋都會有翻兩隻即時嘅市況分析翻嘅。咁啊事不宜遲啦，咁我哋首先睇翻今日主要嘅唔同嘅貨幣對分析。嗱，咁第一隻介紹嘅時候咧，反而就唔會歐元啦，因為咧歐元而家就去緊一個比較重要嘅關口。咁陣間 Victor 喺個交易嗰個建議上面咧，就會反而會針對翻歐元對美金。所以第一隻咧，反而會講翻另一隻Victor 都好經常性會講嘅英鎊對美金啦。咁啊，大家有聽到即係新一年到而家都有聽到 Victor 所講嘅時候，都知道啦，一直都唔睇好英鎊嘅發展。因為我哋可以喺一個從好基本嘅角度去睇咧，其實英鎊本身嘅貨幣發展咧咁差咧，源自於個因素，因為英國嘅國內經濟係轉弱，咁啊相抵衰退啦，咁再加上佢原本有機會可能會再俾評級機構下調翻3A 嘅水平等等嘅因素情況底下咧，都令到英鎊嘅走勢咧會落得好快。咁啊，各位即係上個禮拜有留意嘅時候，我都同各位講啦，先畫翻個底線嘅時候知道啦，跌穿咗一個前低嘅水平，即使你可能再加埋一個叫黃金分割，經常性同啲客戶講啦，黃金分割一旦轉勢跌穿前低嘅時候，加埋 1.272 同埋 1.618 嘅位置，咁你會見到分別呢兩個位置基本上已經跌穿。喺呢一個上行去到13年開始轉勢下滑嘅情況底下，接連已經跌穿 1.272 同埋 1.618 嘅水平。嗱，我哋會見到嚟緊呢個市場嘅情況喺1.618位置，即係大概挨近 1.550 咧，有一個好大嘅阻力嘅位置。咁當係跌穿咗嘅時候咧，預期匯價能夠反彈上升嘅空間有限。個情況咧就好似當日咧喺個前低啦，同埋 1.272 嘅位置出現一樣，你會見到好多嘅價格上落盤整區間一定嘅時間之後，有一個足夠嘅一個可能一啲新嘅消息跌浪啊，然之後引致到英鎊咧跌幅一發不可收拾。所以預期翻，即使喺而家嘅情況咧，英鎊都會有一個好類近嘅盤整，咁所以反而我哋會參考翻再之前嗰啲前低位置啦。若然英鎊嚟緊個消息再差嘅，譬如大家留意翻今個禮拜會公布翻英國央行上次嘅會議紀要，如果再見唔到人有一啲新嘅刺激政策，又甚或至乎央行對於前景經濟進一步下調啊，或者啲悲觀嘅言論嘅時候呢，有可能再下試一個更低，可能5391啦，甚至乎前低差唔多係近呢2-3年嘅新低1.5268嘅位置等等。咁即使我哋加埋平均線上去睇嘅時候呢，你見到10天、20天同埋50天呢都係悉數向下。咁所以如果你話反彈嘅力度究竟有冇可能呢？反而你會見到上行真係有好多嘅阻力嘅位置。所以預期嚟講，有機會若果英國數據再差呢，可能下試到5391呢個位置等等。咁 Victor 對於英鎊對美金呢個方向呢，依然都係唔睇好。而另外一隻咁當然啦，係咪新一年嘅時候應該都係新寵兒嘅美金對日元啦？咁你見到個上行走勢依然都係旺盛嘅。咁又開始有客戶可能質疑緊，咦個匯價嘅走勢係咪開始逆轉呢？但係一定要留意翻啦，即使係而家呢一個叫做步入修正嘅階段嚟講呢，美金對日元都未曾開始轉勢嘅。咁如果你加翻平均線上去嘅時候，你會見到蠟燭依然能夠成功守喺10天平均線以上。咁目前喺個高位上面94.40咧，有一個比較明顯嘅阻力啦。其實日元自從11月中升直到而家為止咧，其實個升勢已經開始步入一個叫做區間嘅盤整，好難再期望好似再出現翻之前可能
講緊係12月啊1月嗰啲大型嘅升幅，尤其是你見到啦，最近國際社會嘅關注啦，不論你可能見到G7 嘅會議啦，甚至乎 G20 嘅會議等等，每逢有一啲國際嘅聲明，德國啊、央行啊、亞洲區啊，表明日元過分升值嘅時候呢，你都會見到好多下影線嘅蠟燭呢出現咗出嚟。咁但係咧，我哋 Victor 成日都講啦，一定要睇翻個蠟燭收嘅時間。譬如你見到呢一支蠟燭，原本係受到好明顯嘅沽壓，然之後，發覺 G20 冇將日元匯價成為一個討論嘅項目，跟住就立刻反彈，重新上翻去，兼且守喺10天平均線以上。咁呢類嘅蠟燭預期嚟緊都會陸陸續續咁出現。咁除非係一個叫做好明顯嘅轉向，跌穿咗10天、20天，甚至乎挑戰50天嘅情況底下，否則其實個匯價都依然以一個慢慢向上修正嘅情況出現。咁所以 Victor 都貫徹翻平時嘅言論啦，喺10天啊或者20天平均線等等，可以輕倉做掛單，繼續追揸睇翻上去。咁但係要留意翻啦，下個禮拜咧，日本政府預期就會宣布翻日本央行行長嘅新人選，舊嘅白川方明咧3月中就會離任噶啦，然之後離任下一日咧，新嘅行長就會上任，預期4月頭咧都會有啲新一輪嘅貨幣政策等等。咁啊，詳情嘅可以留意翻 Victor send 翻俾大家嘅尊貴帳戶嘅報告啦。嗱，澳元對美金嘅方面，你會見到啦，依然都係處於一個我哋好簡單咁稱之為悶嘅一個走勢。澳元其實踏入咗2013年嘅時候咧，基本上係未好過嘅。咁你見到個匯價啦，由一個年頭嘅高位差過1.06嘅情況底下，慢慢修正落翻嚟。咁啊，低位試過1.02啦，咁然之後再窄幅反彈上翻去。預期呢一種嘅上落盤整嘅現象都會出現翻。咁若果你加翻3月平均線嘅時候，你會見到啦，今日喺10天平均線都上下爭持。咁其實正常嘅，因為今朝早咧，其實澳洲央行啱啱公布咗上次會議紀要啦。其實當中嘅聲明咧，都係大家啲耳熟能詳嘅。譬如可能澳洲嘅方面啦，咁啊經濟叫做慢慢逐漸修正啦。喺上個季度第4季度嘅時候咧，個經濟咧都顯示到一啲強勁嘅復甦。但係咧，澳元嘅匯價咧近期可能過高嘅情況底下咧，亦都係減弱咗個出口嗰個嘅競爭力。而最重要嘅就係澳洲紙喺宏咁多隻貨幣對裏面嚟講，都依然處於一個高息嘅水平。咁所以喺一種高息而導致到再加上通脹叫做受控情況底下，減息嘅壓力一直存在。咁所以如果睇翻可能長線嚟到講咧，澳元係有機會再下試翻去比較低嘅水平，甚至會偏到1.02。不過如果以一個交易者角度嚟講，你會見到上望1.06，低位1.02，而家個匯價咧其實就係偏向中間嘅位置水平等等，真正嘅交易空間其實唔係太多。咁所以喺呢種方向未明、消息唔清楚嘅情況底下咧，我建議澳元對美金嘅貨幣對咧，大家暫時就唔需要睇太多住啦。而另一隻咧，間唔中 Victor 都會講嘅，都係一隻我幾中意攞嚟做技術分析嘅一個美金對瑞郎嘅一個貨幣對。嗱，美金對瑞郎嚟講，之前都講過啦，咁啊曾經有時一個叫疑似嘅轉勢現象啦，咁啊可惜去到一個前高水平嘅時候突破唔到，然之後大幅回落。但係回落唔緊要嘅，咁我哋隨機應變，要根據翻回落嘅時候做翻另一種技術分析。咁你見到喺1月18號嘅高位回落到去2月頭嘅低位咧，大概跌咗300-400點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加翻一個嘅黃金分割。黃金分割其實都顯示咗好清楚地喺目前0.382，亦即係匯價0.9247嗰度咧，出現個好明顯嘅阻力嘅位置。係啦，咁呢個阻力位置其實都正常嘅，因為我哋最近見到可能美金對美金本身啦，呢個貨幣對啦，就同美元、美股咧有個好直接嘅關係啦。咁近期即係升得火熱嘅，除咗日經之外咧，咁啊當然就係美指啦。咁啊美指重上翻可能貼近14000嘅水平嘅時候，雖然有個橫行嘅修正啦，但係見到美元咧係逐步走強。咁所以預期翻美金對瑞郎嘅時候，若果一旦能夠突破翻0.9247呢一個嘅呢一個黃金分割嘅水平情況底下咧，有機會咧就慢慢再進一步向上修正。尤其是我哋睇翻平均線嘅方面，大家認唔認到呢一度？冇錯啦，就係一個10天同埋10天同埋20天交叉嗰個黃金交叉，亦都顯示住有一個咧買入嘅信號。若然能夠匯價能夠成功守穩喺50天平均線0.922，然之後逐步突破0.9247呢個嘅阻力位置嘅時候咧，其實預期咧都仲會有一定嘅上行空間可以去測試。咁當然啦，前高9382咧就會係一個比較
大嘅阻力嘅位置啦。咁啊，頭先都講解咗幾隻唔同嘅貨幣對啦，咁而家都簡單咁樣講翻最近嘅市場發展啦。咁上個禮拜咧，歐洲區係公布咗第4季嘅 GDP， 咁啊數據非常之差嘅，咁除咗出現負數，反映咗經濟開始叫陷入衰退之外啦，而更重要嘅就係話區內嘅3大龍頭德國、意大利、法國其實全部都錄得比預期更差嘅國民生產總值。咁啊有少少意外，因為其實歐元喺新一年開始嘅時候，其實上升個軌道都比較大，咁亦都可能因為呢個原因啦，咁所以削弱咗自己國家個出口個吸引能力，咁所以你見到匯價咧都適當地回調翻。咁而日本嗰方面啦，第4季嘅 GDP 咧亦都係出現咗負0.1呢個情況，咁連續3季嘅負數咧，其實真正已經反映咗日本經濟再次陷入衰退。嗱，以前咧 Victor 成日都講啦，日本嘅經濟數據唔係真係話咁需要去着重，因為始終經濟都係差到一個好差嘅境界，但係反而以前日本政府一直叫囂嘅，弱日元政策喺近呢3-4個月真正能夠得到兌現。咁到底真正你以前可能想咗好耐嘅日元弱勢，而家真係做到？咁喺弱日元情況底下，究竟點樣幫到經濟嘅發展呢？呢個就係市場嘅關鍵啦。所以嚟緊呢1-2季日本嘅一啲經濟數據，可能講緊啲就業情況啊，或者國民生產啊，或者通脹水平等等咧，都會係重新成為國際市場嘅關注焦點。第3個就係睇翻啦，美國公布翻1月嘅零售數據啦，比預期為好啦。咁而見到第4點嘅，最近啱啱所出嘅密歇根嘅大學消費者指數咧，都係重新係突破翻超過個預期。咁其實種種嘅數據都見到美國係個經濟逐漸係復甦，兼且其實國家嘅人民對於未來嘅前景都睇好，尤其是如果你話見到最近美元同埋美股同埋美國嘅經濟都開始成一直線咁發展呢，所以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 Victor 會解釋翻美金對日元呢個貨幣，你唔好隨意去沽空翻，因為其實見到美金嘅走勢係仍然係向上，而日元呢都依然係偏弱為主。咁未來一個禮拜其實有好多重要嘅數據要公布翻嘅，咁啊，除咗你見到啦，日本央行同埋澳聯儲咧，澳儲行咧都有公布翻會議紀要，兩個其實都係今日公布咗啦，今朝早上亞洲盤嘅時間咁。真正嘅影響唔大嘅，日本央行同埋澳洲儲行咧，其實都係大家市場預期嘅。咁所以你見到今日咧，匯價方面都依然維持翻窄幅盤整，冇乜太大嘅方向。反而市場需要留意翻啦，嚟緊英國央行會唔會個委員會記錄有啲新嘅突破咧？究竟投票嗰方面啊，又或者會唔會有提翻擴大量化寬鬆規模咧？而美聯儲嗰方面當然都會成為大家關心啦。咁啊，雖然上次個失業率咧就輕微回升啦，但係到底喺再上個會議曾經一度討論過嘅撤出 QE34 會唔會再喺今次嘅委員會見到經濟數據轉好情況底下再一次提出呢？呢個都會係市場關鍵。咁而其餘德國啊、英國啊同埋加拿大都有種種唔同嘅數據公布啦。咁啊，德國其實呢個數據你睇翻時間咧，深水清嘅客戶都知其實已經公布咗啦。個結果係比預期還要更好啊，好好多啊。咁但可惜對歐元提振嘅作用咧就唔係話真係太明顯。咁而另外啦，英國聽日咧都會公布翻1月份嘅失業人數變化啦，而星期5咧加拿大都會公布翻個消費者物價指數嘅。而另外你睇翻呢幅圖啦，都會見到一啲美國嘅重要數據啦，咁當中牽涉到一啲嘅核心嘅消費者物價指數啦、普通嘅消費者物價指數啦，同埋一啲反映到製造業嘅前景狀況嘅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等等。咁睇翻背景幅圖嘅時候，你會見到啦，美金由一個低位反彈到近期由呢段時間見到日元嘅大幅弱勢情況底下咧，美金其實10級以上，基本上已經突破咗前高10325嘅位置啦。咁而家陸陸續續係挑戰緊呢，即係測試嗰啲歷史嘅高位。咁今次咧會簡單介紹翻兩隻主要嘅貨幣對啦。咁其中一隻咧就澳元對日元。嗱，澳元對日元嚟講咧，我哋睇翻4小時嘅圖咧，你見到而家開始係進入一個叫做窄幅盤整嘅區間格局。咁區間底部咧大概加6.9，而個底部咧就係95.39呢個位置。咁一般正常情況底下咧，區間盤整嘅交易方法當然就係高沽低揸啦。咁但係 Victor 咧喺呢個貨幣對嚟講咧，其實就唔太建議客戶咧喺高位度沽空澳元揸日元嘅，因為始終澳元即使有減息嘅情況嘅
影響底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兩個貨幣嘅跌勢嚟講咧，始終日元個方向咧會比較明顯啲。咁再加上啦，一般香港嘅客戶都了解啦，你沽空澳元咧，其實你所需要付嘅成本都幾重。咁考慮嗰幾種因素情況底咧，反而會建議投資者啦，當個匯價可能再次測試翻區間底部嘅時候，可以喺個底部受支持，然之後95.50買入，目標睇翻區間頂部以下大概10點加6.80位置。咁當然啦，如果一旦跌穿咗區間底部嘅時候，踏入到94.90嘅時候咧，咁建議大家做翻個止損。咁你見到咧，其實喺個平均線又好啦，區間頂部、底部都好啦，其實陷入翻中軸嘅位置等等。咁其實建議翻，如果客戶真係喺個底部買入嘅時候咧，尤其是一啲區間盤整嘅策略，好多時都喺個兩者區間中間嘅位置咧，先行部分獲利離場。咁你諗下啦，譬如你可能即係假設回落再反彈上到中間位嘅時候，當你將一半嘅倉位嘅利潤獲利離場嘅話咧，基本上你呢一個 trade 咧就會非常之舒服啦。因為即使個匯價可能到最後去唔到個頂部喎，再一次回落翻底都好啦，你只不過係冇咁多盈利，但係你亦都唔會有虧蝕。即使個價格急跌多一倍都好，去到呢啲類型嘅水平咧，你成個 trade 都啱啱好 break even 打和。咁呢類型嘅交易策略咧，其實就好幫到一般客戶咧，點樣能夠由一個交易嘅管理能夠達到控制個風險嘅結果。而另外一隻咧就當然就會介紹咗啦。咁歐元對美金咧就會係一個比較重要嘅貨幣啦。歐元對美金咧，其實自從咗新一年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個上升軌都好明顯。咁但係曾經有時上到1.37之後咧，就有急速嘅回落。咁喺個回落情況底下，其中有一啲好基本因素啦。咁當然就係歐元區嘅 GDP 出現咗好差嘅結果。而更重要嘅就係歐洲央行德拉加其實都多番就出口術表示咗歐元個匯率過高而影響到出口嘅情況，咁所以見到個匯價其實都慢慢修正落翻嚟。咁但係而家就去到一個我會同客戶講一個比較關鍵嘅位置，因為譬如你喺底部度伸延咗條上行軌，又或者你加入50天平均線，甚或之乎你睇翻前高，都係息數喺1.3300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位置。咁當然啦，呢個1.3300嘅位置基本上 Victor 都依然係睇好。若然唔會跌穿，守穩再向上嘅時候，有機會再慢慢顯示另一浪嘅升勢。咁即使我哋見到啦，早前嘅一個升勢，我哋話翻黃金分割都好，見到0.618嘅位置都係喺1.32980等等。咁所以見到喺1.33係一個好關鍵嘅位置。投資者而家需要留意嘅係咩呢？嚟緊呢幾日望住1.33呢個位置，若然見到個匯價再一次測試嘅話咧，就會係你開始操作嘅方法啦。若果守穩回調企定，慢慢走翻上去嘅時候咧，咁好明顯地印證到呢個位置個支持嘅力度。咁投資者可以試下喺1.3320度買入啦。咁目標價睇翻1.3450，但係如果一旦跌穿，然之後可能喺收市期間係收低喺1.23270咧，其實你就可以考慮翻止損。嗱，今日所講解嘅啲過去一個禮拜嘅走勢咧，或者幾隻唔同嘅貨幣對咧，其實都簡單講完啦。咁再同大家講解翻一個叫福匯亞洲嘅專櫃賬戶啦。咁就由 Victor 會專門負責翻嘅。咁客戶可以享受翻一啲更低嘅點差啦、市場短訊啦，或者外匯簡況等等。咁而最緊要嘅，你會見到啦，當中有一個1對1嘅諮詢服務。咁就由 Victor 同大家講解翻啦。有時譬如最近其實都同咗唔少嘅專櫃客戶去溝通翻。咁見到有時其實可能只不過一啲思想上嘅錯誤啊，或者出入盤或者買賣喺個風險盈利個比例上面咧，其實做得唔好，並唔係一啲即係可能好關鍵嘅錯誤啦。反而其實都建議翻客戶啦，如果本身係屬於專櫃賬戶嘅你，又或者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嘅，不妨同 Victor 傾下偈啊！大家就各自嘅交易嘅方法交換下啲意見。有時當你了解得更加多嘅時候，你可能好簡單就了解到自己，原來係一個突破嘅交易者，或者一個區間嘅交易者。咁當你越了解到自己交易嘅時候咧，對於你能夠控制個盈虧嗰方面咧，係越嚟越做得好。咁福匯有翻最新嘅講座咧，有關於2月份啦，見到日元個貶值咁犀利嘅情況底咧，有翻個日元套息交易嘅專題講座。咁之前嗰2場都經已講完啦，兼且都得到好熱烈嘅歡迎啊。咁嚟緊最後一場咧，就喺2月27號晚上7點至到8點半，有興趣嘅朋友咧都馬上好參加啦。
咁啊，最後啦，咁講解翻24小時熱線啦，2190116，咁可以網上諮詢翻 fxcmasia.com 嘅網站，亦都可以去翻我嘅郵箱啦 vkhli@fxcmasia.com。有啲咩問題嘅，可以上翻我哋財經網站，或者去翻我哋中環總部查詢都得。咁今個禮拜嘅時間就去到呢一度啦。咁啊，再一次祝大家新嘅一年咧交易順利。咁啊，希望大家咧喺外匯市場咧都得心應手。多謝大家。